講真啦，各位，我提醒嗰啲鳳凰啊，捧着阿飛馬，如果唔超越鬼同你做咩？我講得啱嘛？所以各位後面啲老闆，後面啲嘉賓，你要超越我，你要超越啲班，你要超越一姐。我哋老闆講嘅，嚟得第二嘅人揾最多錢多個未出現啦。你哋要唔要？係啦，真係有佢個陪同，每一場嘅高峰會議有阿爺個陪同，先有我今日個 Candy Point， 先有我嘅飛馬演，俾啲掌聲佢好唔好啊？我哋隔離嗰位四眼仔係我大領導，我唔知乜水唔緊要，反正我就想快啲過，點解快啲過我咪準時結束啊？係咪？跟住我嘅榮譽飛馬518阿 Jenny 一個電話我即刻打飛馬，所以領導中心重唔重要？重要。我個電話語音電話嘅時間到今日都未使啊！4年啦，到而家都未使啊！就係2022年嘅，未夠4年，嗰時係1月份，係啱啱4年，而家係2月啦，4年。Candy， 如果你有6條線行喺日本國際，如果你有6條線行，主要保持行嘅4年可以買上西半山。大家知唔知西半山嘅樓幾多啊？4000萬一個單位，2房1廳。得，我就答飛馬。領導中心強都要我相信先得㗎，各位。係。掌聲，知唔知？係啊，隔離嗰度港府唔使講啦，港府啊老鷹嚟㗎，20幾年前傳銷老鷹啊，知唔知啊？係啦，我係聽一個視頻聽到嘅，但係佢家姐想影響佢咪好大影響嘅，係啦。跟住啊，港府而家船飛大唔大啊？梗係大啦，飛馬5幾萬喎。我都追緊佢嘅業績，追緊佢嘅收入，追緊佢嚟緊做國際啊！係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。多啲親戚好啊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多啲人幫忙啊！好啦，佢家姐就係我哋嘅總監，就係我哋單邊基利士嘅總監，係啦，有佢嘅帶領，有佢嘅陪同，有佢嘅愛戴糖果團隊先做到香港人數數1數2，俾啲掌聲！09年29歲入嚟日本，做到1年冠軍啊，梗係勁啦，各位！你哋聽嘢聽重點，睇嘢又睇重點，係咪啊？俾啲領導中心呢個1年冠軍001，002啊，睇下先 ，sorry 啊 ，OK， 係啦，然後我哋打造飛馬機器人，我哋嘅助理。邊位想上飛馬揾租呢？包你問一個。哇！佢嚟到香港，我好驚，我縮埋一邊。點解啊？佢話越嚟越國際，嗰時1000位飛馬，接近500位入嚟。哇！咁強嘅呢個人，竟然嚟香港，哎呀冇嚟咁多啦。當其時我係一個新人，我係一個新科飛馬。我好驚嗰啲大咖一嚟到就讚我，你知唔知啊？明唔明啊？係啦，俾啲打錢，俾啲掌聲，我哋打造機器人好唔好？係啦，咁我哋嘅明哥陣間係主角，我哋嘅兼呢大領導陣間就係主角，呢啲全部都係人物，全部都係我哋嘅領導中心，一次過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？好感動，真係好感動。我何德何能，我飛馬而入。阿拿督舊年喺呢個文豪酒店，我哋香港編前10名開會，開完會呢就安排咗一個孔雀以上嘅精英領導去見拿督。拿督嘅力量，我哋總監嘅力量，我哋交流總經理嘅力量，係啊一起俾到我哋團隊呢有一個叫團結力量。呢個拿督帶領我哋成個 Vimy 國際發展部，仲有打造咗咁多後生仔，全部00後，全部90後，成為一個人物，好唔好嘅啊？呢個拿督領導中心好唔好嘅啊？呢個人物得唔得啊？謝謝大家掌聲，多謝拿督，多謝香港總經理。好啦，呢間新鮮滾熱辣嘅
領導中心就係我3位，係啦，我哋 KTV， 我哋嘅順利爺爺，我哋嘅謝美燕。今年嘅2026年嘅1月14號喺泰國舉辦咗一個孔雀以上嘅高峰會議，係俾做到嘅孔雀，係做到嘅先出席，係啦。呢樣公司嘅領導中心嘅，我哋要唔要跟住公司走啊？我哋要成為人哋嘅領導中心啊？要係咪要舉辦多啲會議啊？舉辦多啲高峰會議啊？係咪？係。好啦。脱穎而出靠人公司，我想問大家呢啲夠唔夠脱穎而出啊？呢3位天王勁唔勁啊？呢啲係咪我哋嘅標杆啊？呢啲係咪我哋想要嘅嘢啊？想要開頭腦清醒啲，問一問阿一姐點解做到？問一問我哋阿咩姐點樣做到？飛揚啊！問一問阿雨欣點樣做到？問你身邊帶你係幾位？佢哋都係普通人嚟嘅，察各位。但今日喺你哋國際脱穎而出、與眾不同，做到頂尖人物，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？呢啲夠唔夠脱穎而出啊？哇！我哋老闆太犀利啦，打造呢啲咩脱穎而出嘅人物。呢12位講師，當其時喺馬拉係講緊一個培訓會，係講緊挑選咗12位官方講師。而佢哋每一位挑出嚟嘅冠軍，係講緊每一個地區、每一個國家挑出嚟嘅冠軍，每一位講完呢50分鐘課程，都得到老闆嘅嗰個叫咩啊？新加坡幣88,888 5條8，港幣就係54萬嘅獎金 ，O 唔 OK 啊 ？Money 啊，現金啊，唔係講呢啲啊，係重點，係佢哋得到公司嘅重視係重點，佢係公司嘅一個叫脱穎而出嘅講師，脱穎而出嘅人物，係咪？你哋掌聲呢12位好唔好？好啦，咁我要脱穎而出，係咪最少係香港地最少要打個飛馬出嚟啊？唔係邊個識你啊？識你係水鬼啊？係咪啊？所以我係要，我知道疫情好嚴重，我都要打飛馬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做直銷你要拆旗。做直銷你要有個朵，你要有人認識你 Candy One， 你過去嘅成功行埋一邊，冇人知道。過去成功冇乜意思嘅，嗰嚿屎沖咗嘅啦，冇再當嗰嚿屎啦。係啊，過去嘅成功嚟到嚟回唔關你嘅事，係咪啊？所以嚟到呢度我刻苦耐勞，我要人哋做唔到嘅嘢，我一定要做到。人哋每日做市場。別人做市場8個鐘 ，Candy One 做市場16個鐘。講到聲都沙晒，講到飲水嗰個肺都痛，你做到我講，你都一定上飛馬。Candy One 2022年4月、5月、6月成為飛馬，2023年嘅9月成為飛馬2。2024年11月成為飛馬5，從不停落。小草子用咗2年時間成為飛馬5。點解我要脱穎而出？因為2022年1月11，2022年10月1號喺馬拉亞洲嗰個叫國家體育館10萬人表入會，我想同老闆影相。頂佢個肺啊！嗰啲 CMP 保護老細唔得啊，不行啊，不剪進去啊！我嘅領導榮譽飛馬1 ，Alan Lim 差啲同佢改姓，Alan Lim， 我話阿爺唔開心啊，佢點解啊？冇得入去同老闆影相，有冇咁巴閉啊？呢個係文化，唔可以咁講嘢㗎。我話但係我咁辛苦上到飛馬疫情喎，限聚令2個人喎，冇得出街食飯，我都要死，線上我都要上飛馬，上得嚟竟然同老闆影張相都唔得，我係咪炸人啊？但我哋嘅阿爺好識天恩 ，Henry 唔使驚，你上飛馬你就靠近老闆，所以我咪做到啦。我同2年做咗飛馬5 ，OK， 好啦，脱穎而出。
嗱呢一張相咧就係舊年各位脫穎而出啊嘛！舊年7月5號喺我哋香港呢個叫咩館啊？灣仔會展中心。香港灣仔同埋亞博係一個名牌嚟嘅，係咪一個名片嚟嘅？各位。係。而我點解就喺小餐啊？因為佢表揚飛馬4以下，咁我下面有7個飛馬，加埋我係8個啊。係咪？咁我哋個阿爺啊嘛，係嘛？同我哋影呢張相，即係我哋公司咁多標杆人物做到脫穎而出，我哋堂嗰團隊要唔要脫穎而出啊？要。係啦，所以我會跟緊公司腳步做到脫穎而出，俾啲掌聲我團隊係嘛？好嘛，超大氧氣線，頭先講晒㗎啦，超大氧氣線，因為時間關係啊，乜嘢為之超大氧氣線啊？我哋老闆係咪由Simon Wong 第一個，標北安第二個？呢兩條超大氧氣線夠唔夠大啊？夠。夠唔夠大？夠。各位，超級大啊！逆迴國際都係2條線咋，所以你哋打生做滾，做一條超大氧氣線點會唔成功啊？各位，係。你想如何成功入長久，你必須有超大嘅氧氣線，好唔好？好。哇！呢啲係咪氧氣線啊？係。新鮮熱辣㗎。喂，我哋無線啊，我哋 TVB 啊，當年個使徒行者就紅到成個亞洲區。但今日我哋逆迴國際。嗰啲使徒行者唔關我哋事嘅問題，而我哋個使徒乞衣關我哋事啊？關唔關我哋事啊？超乞衣關我哋事係咪啊？頭先有冇睇到畫面啊？呢啲先係我哋個超大氧氣線啊！淨係 CNT 喎，總經理以上喎，副總總監到資深總監到老闆都有咁多人，勁唔勁？勁！頭先有冇睇到影片？有係咪啊？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個超大氧氣線。好啦，講到手尾啊，各位，我哋個產品勁，我知道，但你哋啊唔好吹得咁大啦。雖然係勁，真係好多個好騎嚟都搞得掂，但係會惹到好多手尾㗎。人哋問你呢啲得唔得？嗰啲得唔得？你話我唔知得唔得喎，人哋得我唔知你得唔得啊？我哋唔係推卸責任，只不過我哋冇搞咁多手尾翻嚟啊，係咪啊？仲有我哋。唔好同人哋講，我哋喺逆迴啊，我哋啲天龍啊，我哋啲飛馬幾日揾好多乜，唔需要講，唔好去惹人妒忌。我哋叫咩啊？門聲發大財，普通話叫蚊生花大財，係咪聽過啊？我哋要低調做人，得唔得啊？得。我哋低調做人，高調做事，得唔得啊？你做人高調，人哋咪搞你咯，就咁簡單㗎嘛，各位，用下腦筋。低調啲，哪怕今日喺 Vivi 賺1個億，我哋可唔可以低調啲做人啊？可以嘅。唔好去惹火人哋好唔好啊？唔好去令到人哋對方唔開心得唔得啊？因為點解啊？嗱，講到栽培，我想問大家，我哋老闆係咪不斷栽培領導人啊？係。見唔見到老闆2022年嘅2月啊？一場叫做咩啊？呢個叫我哋新加坡總部開幕，老闆用咗19個小時，當時1000位飛馬挑選600位飛馬出席，而其中一個係小妹我，600位其中一個係我。老闆栽培領導人用19個小時，而重點係呢600位飛馬10日之後喺各個地區用咗2日完成100場嘅培訓會，係咪多咗600位領導人啊？係。老闆夠唔夠力啊？夠。俾啲掌聲老闆啦！所以你要培育領導人，你必須有你團隊嘅組訓，必須要搞你團隊嘅訓練，1升2升、1升2升3升嘅訓練。個會議係去俾佢哋講，要培育我哋嘅領導人出嚟，所有活動要叫領導人識做，嗰啲先叫領導人。領導人乜都識做嘅 ，OPP 識講，產品識講，制度識講，重點係搞會議都識搞。會議嘅分純，會議嗰個叫活動，樣樣精通就叫領導人。我哋嘅領導人唔要你識字、慢年紀，主要你態度好，你肯願意學習，你肯願意做，有結果，係
結果一定嚟，得唔得啊？係啊，高調咪惹嚟麻煩咯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個朋友上你口，但係佢唔想口過你啊，多唔多呢啲人啊出邊？多唔多？出邊周街呢啲人啊，個死八婆啊，咁啱喺揾啲嘢講下你是非，有冇呢啲人啊？出邊好多小人㗎，所以都係頭先講啦，咪受耳嗰啲差唔多啦，冇惹到人哋發火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啦，所以你個朋友一定會想擁護佢。好多人唔係知朋友嚟㗎嘛，因為點解啊？環境就結果，佢冇嚟到你係佢個環境，佢唔明，佢冇身兼發展，佢冇開拓市場，佢冇去過一關又過一關嘅頭先個8個關，所以佢唔知道對方真係唔想你好嘅，得唔得啊？好啦，定位，講到定位呢，我講到定位，然後結束我今日嘅演講，係啦，咁啊定位呢，講一個故事，大家聽唔聽故事啊？聽，要唔要？要。好啦，又係故事，又係真人真事。我哋農村係咪好窮㗎？我隔離屋有個即係叫老兄啦，同頭樓啦，係啦，屋企非常之窮到呢叫做咩啊？今日未知聽日嘅柴米油鹽，係啦。但係有一日佢中咗彩票喎，咁佢中咗彩票呢，佢就係去省城嗰度呢，就買咗1袋2袋，一大抽嘅餸啊，同埋一個包心翅母雞湯包俾。打電話叫咗10個8個10零個人去佢屋企，準備開餐，一翻落去，死咯，抹布都冇點算啊！跟住就諗到琴日買咗半打紅色嘅底褲翻嚟，三角褲啊各位，係啦，咁啊攞條三角底褲呢紅色嘅喺度抹台，嗰啲朋友就講啦，哇唔係嘛老兄，唔係啩？咁都得着底褲攞嚟抹台？你知唔知嗰個老兄講咩啊？嗰個唐大佬講咩啊？冇相干，冇相干。係啦，未着過嘅底褲嚟嘅，未曾用過嘅，未曾着過身上嘅。哇，抹完呢冇嘢倒嗰啲湯點算啊？又諗到琴日買底褲之餘，又買咗個痰罐，而個痰罐未用過一次都未用過嘅。然後呢，佢就攞個痰罐一擺上台，哇！佢倒啲湯落個痰罐喎。我想問大家，痰罐係要嚟做咩㗎？係咪老人家放床頭虛痰㗎？係咪老人家前列腺有問題屙尿㗎？係咪我哋細個嘅時候，啲 BB 坐落去 BB 架，即係嗰個大便啊，嗰啲啊？痰罐係咪要嚟咁用㗎？竟然我呢個老兄放去裝湯，我想問大家，呢班人呢餐飯食唔食得成？食。呢個湯飲唔飲得成？飲食。飲唔食啊？哇！咁核突，痰罐就痰罐啦，痰罐係要嚟裝痰㗎嘛，要嚟大小二便㗎嘛，你咪放嚟裝湯，雖然未用過，但係我想問大家呢餐飯食唔食得晒？食唔食？反應咁慢嘅，反應咁慢啦，俾啲掌聲啦！我哋繼續講啦，定位就呢個痰罐就痰罐，呢個底褲係要嚟着嘅，唔可以擺上台嘅。得唔得啊？係啊，所以你要搞懂你嘅定位，你要搞懂你嘅定位，即係話你要知道你喺邊度嚟到呢個嚟回嘅，我從酒樓嚟到嚟回嘅，係咪啊？咁喺你回喺打你嘅時候，你要知道你做緊乜，你要知道你喺邊度。既然嚟到嚟回咁勁嘅平台啦，咁我個公司啦，係咪？咁俾你個公司啦，點解你唔做啊？最後。重點你要知道嚟緊你會邊？我知道我嘅定位，我嘅定位我見到一姐，我見到天龍3位天龍，我見到前6名所有國家嘅001，所有國家嘅冠軍，我見到佢一一實現，所以我嘅定位，我會跟住公司嘅步驟，一個一個評級去實現，呢個就係我嘅定位。係。我嘅代表講，佢話佢棟住牌獎上天龍。我相信我唔需要做大獎，我一定要做呢個。因為你用個產品過嚟，我唔需要做大獎，我相信
未來冇話10年啦，應該6、7年後啫，因為你後生咁多係咪？你用咗8年幾上天龍，我相信我俾你一個double，我嚟到你回伊拉未夠4年，我要4月份先正式喺呢度啟動4年，我相信我8年之內我一定上呢度。我睇到前面嘅氧氣線就係我希望，因為佢哋唔管你同佢有冇關係，各位，正如你同 KP 潘有冇關係，我唔理，總之你係力巨人，我就一定幫大家，得唔得？所以我哋力巨就做到呢個文化，係啊，所以我個定位清晰嚟緊，係啊，我今日係尾聲啦，咁我哋祝大家，祝我哋力巨國際，係啦，2026年一馬當先。各位身體健康，係啦，心想事成，今日咁多，多謝大家。掌聲不斷，感謝你 Mandy。哇 ，Mandy 的分享哦，好勁啊！我在裡面聽。很有感觸，你知道嗎？因為你可以從他的分享裡面，當然我是很有感觸的地方在於，你聽他的分享是真情流露，那你會感覺到是興奮，可是你又害怕，害怕什麼？你很害怕會不會分享到一半？